大家好，歡迎收睇 Fortune Insight 今日速報。開始之前，記得先點讚、訂閱同埋撳埋小鈴鐺。今日將會為大家報道3宗消息，分別係港澳地區湧現新型窮人、揭示中產翻貧現象、香港食肆酒吧大搞猛男噱頭，掀起藍色經濟圈，同埋日本 AV 女優喺台灣涉嫌罵人被捕嘅案件。第一單猛料。近年香港同埋澳門嘅生活成本一直處於高企嘅水平，相信好多市民都深有體會。就算好多打工仔同埋家庭每個月嘅人工收入絕對唔算低，但係好多中產家庭依然係面臨有樓冇錢剩嘅困境。最近喺社交平台小紅書上面，有一名定居澳門多年嘅天津女網民拍片分享佢嘅觀察，直指香港同澳門目前正喺度湧現一種被稱為新型窮人嘅群體。呢班人表面上生活得非常光鮮亮麗，平時住喺高級私人豪宅，出入揸名貴靚車，安排仔女入讀學費高昂嘅國際學校。一到放假週末，仲會一家大細去5星級酒店嘆下午茶打卡，睇落真係過緊令人好羨慕嘅精緻中產生活。不過呢位網民就一針見血咁點出呢啲家庭背後嘅真實財務狀況，查實係相當脆弱。佢哋平時落街命係要精，打細算4遺體折扣優惠，甚至連揸車入油都要貨，比3家揾最平嗰間。雖然名義上佢哋係屬於中產階級，但實際上長期處於入不敷出嘅狀態，加上冇穩定嘅儲蓄習慣，慢慢就出現咗中產翻貧嘅危機現象。佢仲大膽預言，未來3年港澳地區將會出現越嚟越多呢類新型窮人。萬一稍有差池，隨時就會面臨中產破產嘅崩潰邊緣。佢喺影片入面詳細整合同列出咗新型窮人嘅4大致命特徵。第一個特徵係高估自身嘅供樓負擔能力。回顧過去幾年樓市向好嘅時候，好多人盲目相信樓價一定會不停咁升，於是乎將多年辛辛苦苦儲落嚟嘅積蓄全部瞓身攞去做首期，喐啲就使800-900萬甚至過千萬去買入物業。不過好多人買樓嗰陣，淨係短視咁考慮而家每個月供唔供得起，完全忽略咗將來職場生涯可能會遇到樽頸位。一旦大環境轉差，撞正行業低迷，公司大裁員或者被迫減薪，家庭嘅主要收入嚟源突然中斷，原本看似穩定嘅中產生活，隨時會被沉重嘅按揭債務壓到喘唔過氣。第二個特徵係買樓之後陸續浮現嘅各種隱藏開支，除咗每個月定時定候要應付嘅供樓壓力之外，大廈管理費同埋各種維修費呢啲長期支出，就好似吸血鬼咁不斷蠶食家庭每個月嘅稅後現金流。港澳好多私人屋苑，除咗每個月要交好貴嘅管理費，隔幾年仲可能要面對屋苑大型維修或者會所設施翻新呢啲突發額外開支。好多家庭喺俾完最基本嘅養樓成本之後，銀行戶口已經所剩無幾，根本冇足夠資金承受任何突發嘅大額開支。第三個特徵係子女教育成本超級高昂，好多新型窮人喺教育下一代嘅問題上堅持唔認輸，唔想仔女輸喺起跑線，就算面對緊極大嘅財務壓力，佢哋都要死撐住。安排仔女讀學費貴到飛起嘅國際學校，報讀各式各樣嘅名牌補習班，甚至每逢暑假都要參加動輒幾萬蚊嘅海外夏令營同埋高尚興趣班。日積月累之下，龐大嘅教育支出就成為咗家庭另一項難以擺脫嘅沉重負擔。有網民更加無奈直言，將來呢班仔女長大之後，繼承嘅未必係父母嘅豐厚資產，而可能只係一大堆清還唔切嘅信用卡帳單。最後第4個特徵係完全零退休計劃。呢個被認為係新型窮人最大嘅隱患，就係對未來嘅風險冇做足夠嘅準備。雖然佢哋表面上每個月賺嘅錢唔低，但係好多人都冇設立完善嘅退休基金、醫療保險或者長期護理規劃，每個月出糧嘅人工幾乎全部使晒喺當下嘅日常高消費開支度。銀行存款多年嚟都冇明顯增長，完全冇做到未雨綢繆。
第二單猛料，講下香港近期嘅餐飲同埋夜生活市道點樣求突破。近年整體市道氣氛麻麻，唔少商家為咗喺淡市之中爭取生存空間同埋谷起盤生意，真係絞盡腦汁，引入各種新噱頭同賣點。近期有部分商戶就睇中咗廣大女顧客嘅消費潛力，大搞男式經濟，以男式作為重點包裝，專登揾嚟一班成身都係爆肌嘅猛男去招待客人。呢招成功殺出一條血路，引嚟極大迴響，仲吸引咗其他同行商戶跟風仿效，慢慢喺市面上形成咗一個以猛男為核心嘅熱鬧現象。位於油麻地有一間主打火鍋嘅食肆麻甩爐，佢哋每星期總會有幾日特別邀請猛男團隊駐場幫手搞氣氛。火鍋店負責人 Rex 接受訪問時表示，近年生意原本真係非常慘淡，有時去到週末黃金時段都淨係得返2-3台客。最初諗住揾猛男駐場嗰陣 ，Rex 心入面都有啲擔憂，驚會唔會惹嚟部分食客反感。當時只係抱住搏一搏嘅心態去試行，點知猛男一正式出場，生意額竟然出現 V 型反彈，直線飆升6至7成，成績令人喜出望外。而家只要有猛男駐場服務嘅日子，餐廳訂座率幾乎全部爆滿。有猛男駐場，食客唔單止食得好開心，仲玩得非常之盡興。客人可以隨便要求猛男親自餵食，又或者拖住外籍猛男隻手一齊出力榨橙汁。如果猛男知道當晚有客人生日，仲會主動埋台幫手慶祝，將全場歡樂氣氛推到最高點。有一位被猛男直接公主抱起嘅女食客 Sunny 接受訪問時就話，被抱起嗰一刻感覺真係輕飄飄咁，仲親身感受到猛男身上硬邦邦嘅結實肌肉。另一位女食客 Collins 就笑住話，體驗過猛男貼身服侍飲食嘅特別服務之後，下次一定會再約埋成班好姊妹一齊嚟幫襯。除咗火鍋店憑猛男起死回生之外，喺夜店林立嘅蘭桂坊，亦有一間名為魚蛋檔嘅酒吧，憑住呢招成功翻身。酒吧負責人 Louis 表示，自從接手酒吧之後，火速推出猛男表演環節，結果生意額即刻大幅上升2倍。不過 Louis 亦都強調，猛男表演期間雖然會赤裸上半身大 show 肌肉線條，但係佢哋全部都會拿捏好專業尺度。就算有女客人提出比較過火嘅要求，如果尺度太大，佢哋都未必會滿足，因為猛男始終係受過訓練嘅專業表演者，做好平時嘅表演本分就足夠。負責統籌呢班猛男兵團嘅團長 Dragon 就透露，旗下所有猛男都有2大嚴格規矩必須要遵守。第一係絕對唔可以同客人錫嘴親吻，第二係絕對唔可以同客人私下出街約會。Dragon 話曾經試過有熱情嘅客人突然強吻猛男，當時猛男雖然避唔切，不過事後團隊絕對唔容許呢類事情再次發生。採訪當晚，有啲去酒吧消遣嘅客人真係玩得好放，而猛男亦都施展渾身解數去同客人互動，包括貼身跳熱舞、親自為客人飲酒，甚至捉住客人隻手去引導對方撫摸自己身上嘅腹肌。去到喺場，無論係男客人定女客人都笑到見牙唔見眼。有一位接受訪問嘅女客人希莉直言，猛男向客人使出壁咚動作嗰陣，成個畫面充滿住強烈嘅性張力。呢一點亦係吸引佢嚟光顧嘅最大原因。被問到怕唔怕男朋友知道會呷醋，佢就笑住話自己目前冇男朋友，但如果有嘅話就似乎唔係咁好啦。至於另一位本身有女朋友嘅男顧客 Damian 就表示，佢曾經同女朋友一齊嚟過呢間酒吧見識。佢認為得個睇字就絕對冇問題，但心底裏絕對唔想自己女朋友有機會觸碰到班猛男。對於呢種新興嘅男式經濟，有人覺得係賞心悅目嘅娛樂，有人就覺得做法有啲傷風敗俗。但無可否認嘅係，佢哋為原本死氣沉沉嘅市道帶嚟咗極大嘅刺激同話題性。第3單猛料，帶大家將視線轉移去台灣，睇下一宗涉及日本知名人物嘅執法案件。
日前一名日本成人影片，即係大家俗稱嘅 AV 女優，去到台灣台北市士林區一間旅館，懷疑從事非法賣淫活動。結果佢同男嫖客進行緊性交易嘅時候，被接獲線報嘅警方當場斷證拘捕。警方喺今次行動入面，最終拘捕咗涉嫌賣淫嘅日本籍女子、一名姓郭嘅台灣本地男嫖客，以及一名姓連嘅男中介人。呢位姓連嘅中介最近已經被士林地方法院簡易庭正式判處3個月監禁，而警方就喺今個星期二，即係6月2號，向傳媒公布咗當日查緝嘅現場畫面，引起台灣社會同埋網民嘅高度關注。根據警方透露，案件嘅時間線要追溯返去舊年11月中。當時台北市警局士林分局正喺度執行一項名為正成掃黃嘅專項打擊行動。警方行動前接獲可靠線報，明確指出有人喺士林區一間旅館房間入面進行非法賣淫交易。大批警員去到現場之後，隨即進行埋伏，一直喺房門外面靜候時機。等到房間入面嘅男女完事行出房門嗰一刻，警員即刻一擁而上截查佢哋。當時嗰位姓郭嘅男嫖客眼見事敗無路可逃，唯有當場向警方承認啱啱同行嘅女子完成咗性交易。警方經過核對身份同深入調查之後，赫然發現原來呢位涉嫌賣淫嘅女子真實身份竟然係一名日本 AV 女優。調查指出，佢係被一個跨國應召集團專程安排嚟台灣落腳接客。據了解，佢每次嘅浴金收費高達35000蚊新台幣，折合大約9100蚊港紙。事後警方以違反當地社會秩序維護法，對呢名日本 AV 女優同埋姓郭嫖客依法作出行政裁罰。至於嗰位負責扯皮條嘅姓連男中介，就因為涉嫌妨害風化罪被移送法辦，追究刑事責任。警方目前仲繼續順藤摸瓜，全力追查幕後應召集團其他成員嘅真實身份同下落。台灣移民署方面事後亦都作出嚴正回應，強調外籍人士以旅客身份去到台灣從事賣淫活動，已經嚴重違反當地出入境法規。呢位涉案嘅日本 AV 女優，除咗要面臨罰款之外，將會被依法遞解出境，並且面臨嚴厲嘅入境管制處分。最少3年內都絕對唔可以再踏足台灣。今次執法行動亦都反映出跨國賣淫集團嘅運作模式越嚟越猖獗同複雜。執法部門表明會繼續加強情報收集同埋打擊力度，確保社會治安唔會受到呢類跨境犯罪活動嘅影響。多謝收睇《Fortune Insight》今日速報，我哋下次再見。